台电有一名生意所的员工，今早起8点外，伫台南市仁德区巡电塔的时阵，真有可能是发现这电塔顶头有鸟兽，要看互较斟酌咧。所以袂记讲，这电塔的电真强，会当伫咧空气当中传电流，无保持安全距离，束互电电到。这身躯顶的衫裤随着火，加在意识清楚，伊身躯顶有30%的烧烫伤，已经送病院治疗。也若这事故原因，阁需要调查。救护车到现场，倒伫探家的姓所查甫人意识清楚，也当讲电话，也毋过事发进前，伊伫几啊层楼悬的电塔和电火烧着，规身躯有30%的烧烫伤。他身上就是有大面积的烧烫伤的痕迹，这样子，从他的颈部以下，一直到大腿以上，胸跟背部都有，2只手也有这样子。安全距离没有保持好，他说发生闪漏，然后被他那个电弧烧到。事发地点伫台南市仁德区文化路3段，姓所查甫人是台电员工，专门负责电塔巡检。早起8点外巡检的时，发现电塔顶有鸟仔兽，亲像想要检视状况，佫无保持安全距离，也无穿防护安全护裤，互电火烧着伤，送医救治，现场也暂停作业。是不是他先上去看，或者是说，这个详细的情况我们还要再做一个确认。昨天或者是今天早上都有下雨，所以这个天气的因素也是可能其中的因素之一。后续的这个我们会有一个专案小组来调查。电塔顶挂着红仔杆照，显然鸟仔造成的状况袂少。规事件除了无保持安全距离，台电也无排除甲天气有关系。台电强调，当事人要上电塔，拢爱穿防护安全护裤。所以爱伫穿受伤的当事人监视指示，想要检视状况，你毋是要隔空作业。后手也当公司成立的调查小组查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